继续来看高雄一间金仔店，徛百货公司的边仔，平安夜迄暝关门了后，有一个男子伫咧金仔店的店口布阵耍火。当时百货公司下班的专柜人员看到这种危险的行为，是甲阻挡，阁有民众帮忙报警。这个33岁男子过转工竟然阁回到现场来点香，因为危害到公共安全，警方甲移送侦办。 平安夜，这个查甫人居伫金仔店的门口，行为看起来真奇怪。看一个真刀下顶爬落来所在，会使看到火。经过百货公司的专柜人员发现唔对，伊伫耍火，烦恼讲若无细日倒火，看要安怎？这个时阵有一个勇敢的总破师赶去甲阻止。这个查甫人看到有人伫遐紧领，对人大细声，说来车骑来做伊走。 警方接到报案有掠到人，结果伊若无教乖，过转工透早6点，又搁骑奥多摆转来到现场，即摆摕赖达点一百香，做出一寡奇怪行为。是在玩火，他的行为就非常危险，所以公司就拦下来了。还好第二天警察就把他抓走了。 当时金仔店已经生意做煞休困啊，生意人一个看到这个画面尔，随楼称官，伊开3万块所买罗汉熊嘛，因为安尼会伤到。 主要是它被放出来又点火的话，就容易整间一楼烧起来，它造成我的损失。台北事件变成大家高雄市都很紧张，这边应该都会守望相助吧。 这间金仔店伫高雄稳文街，是百货公司的边啊。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引起下班的百货公司员工注意，看到了随甲阻止，佮赶紧通报头家娘，因为这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，警方唔敢大意。现场并查扣了打火机、水管胶合剂等相关涉案证物。33岁姓简的查甫人，伊危险行为拢互人录到，国考后证嘛无效，警方依照放火未遂罪移送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